对于就是婚姻有一些问题，自己刚刚订婚，然后准备要结婚，也算是我跟我的未婚夫也算是比较年轻，然后也对佛教也刚刚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有一些问题想问，请问康布。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参加了很多婚礼，婚礼上面的那些 ceremony 上面也会说，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就是 romantic love，是无条件的爱，就是 unconditional love。这个在佛教里面是有什么看法？首先呢，就是我也发自内心的祝福，谢谢康布，你就是要即将完成你的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啊。谢谢。这个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绝对不是一个错误的或者一个罪恶的一个事情，或者一种非高尚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这个一般人来讲的话呢，这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的过程，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啊，爱这个字，在佛法里面的定义，一般你参加过的这个婚礼的这叫萨拉曼尼的，对，这个你看到的这个无条件的爱，这个其实我很现实的从非常现实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呢，无条件的爱是非常难的。所以佛教也不认为，或者我所了解的佛教呢，并不是要求任何你要这个结婚的对象，你们之间要决定的一个无条件的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条件是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愿望，明白吗？就是这个萨拉曼尼上本来就是肯定要说最好、最吉利、最吉祥、最理想的一个描述方式。所以这个无条件的爱没有夸张。如果我们今天在法律程序上有些话呢，就绝对不能超过的，夸张的。对，他必须要实实在在的每一句话要有一个负责人。是，对。但是那种祝福啊、欺负啊那些说话呢，不会有什么夸张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虽然一个人刚刚学佛，刚刚先大乘佛教，也许他的自己的能力很有限，但是我们可以说什么平满虚空的这个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像还没有解决到自己的离苦得乐，实际上很难有，但是这是我们的愿景，明白吗？明白。所以呢，我觉得这有两个层面，从这个生活的男女之间的这个结婚的基础肯定是爱，明白吗？现在的结婚的基础是不是爱？不一定。有爱，有金钱，有这种关系 business 关系，还有政治。比如说过去有些国家国王和国王之间的那种很多，它是一个外交方式，对吧？嫁给一个人他们的公主要嫁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这样的，这故意的。但是这是不是一般我们的最浪漫、最理想、最想要的结婚方式？肯定不是。尤其是男女自己的这个心目当中要的爱和结婚的这个基础肯定不是这样的。那就是毫无疑问的就是爱。爱能不能有无条件的爱？那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是我们的远景呢，我们可以这么想。但是呢，我现在佛教并没有说是绝对要无条件的爱。那怎么办呢？并不是说佛教不承认无条件的爱，但是没办法要求每个人说你要无条件的爱，因为佛教是其实蛮实在的一个智慧了所以呢，他就是绝对不会要求超越一个实际情况的任何事情的。
那怎么办呢？比如说彼此之间绝对要有一个发自内心的爱、忠诚，对，然后负责任的态度，然后呢，再加上呢，你们就是一些道德啊，各方面的一些彼此就是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这种基础，再加上一起生活的时候，就是彼此了解，两个都要共同要，就是创造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庭和人生啊。明白吗？明白。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绝对是你也需要他，他也需要你。他需要的时候，本身就是爱，是某种程度上反而是自私的。是绝对是从自己的角度去选的。不是因为你同情他就是要嫁给他，不是这样吧？不是。所有男人当中你选他是因为你觉得他帅，你觉得他棒，你觉得他好，是不是的？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是。所以无条件的爱呢，就是佛教里面呢不会用的一般的生活的爱，而且用菩萨的这个那个菩提心的这个大无缘大悲。无缘，无就是有物的无，缘分的缘啊，无缘。无缘大悲，这四个字是佛教里面特别的一个用词。无缘大悲。这个无缘大悲的概念是无缘是什么呢？缘的这个概念是一个对境的意思，对境，无缘，没有特别的对境，也就是没有特别针对谁，你是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一个爱，那就是无条件的爱。我懂，这是佛教的。所以这个佛教的大爱就是这样的。大爱。这个叫大爱。大爱。但是小爱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幸福的基础。所以小爱有小爱的价值，大爱有大爱的一个高度。那你在这个婚礼现场听到的这个无条件的爱，我刚刚说的这是一个远近我们的一个期待，并不是说一定要落实在每一个婚姻上面。对，我也觉得这个无条件的爱，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现实，但是在那么甜蜜的一个怎么说呢？婚礼上这种话是好像经常说，或者经常听到，但我不理解为什么在西方社会里，或者在西方的那种婚礼里面会经常说这种话。我想知道就是佛教是怎么去看的，所以现在你解释清楚，我大概比较了解。对，所以呢，就是他们可能是这种爱呢，彼此之间就是相依为命呐。我们传统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啊。是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一起生活，无论任何，就是结拜兄弟的时候，发誓的时候，他们也会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会这样说的。所以这种都是一种也是一个。这是一种愿景啊，愿景就是一种愿望。然后呢，本来就是那种意识呢，其实它有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对方一个最大的祝福。承诺之外呢，就是你第三个那个中间的，也许是这个主持他们这个所有现场人那个时候是就要给你们最大的祝福嘛。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这个承诺当中，就是要说最大的这个一个。那你刚刚说到的是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或者听错，就是其实是自私的。我现在说的爱自私和有时候爱是无条件，就听起来是矛盾，但是我说的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世俗人，一个女人和男人爱对方的时候，那种爱的方式、追求的方式，有时候是自私的。就比如说我是女人，你是男人，我们相爱，自私的。是 OK， 自私的时候呢，比如说，那个男生，你不会觉得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就是说没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你会这样去想吗？什么都可以。而是一种拥有，你像这个男人就是绝对，拥有。对，拥有的，占有的。占有。占有的。是，我懂。那个里面呢，其实是也许菩萨和这个修行的境界来讲的话呢，
这种占有呢，并不是完全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健康的，对，也不是很健康的一个但是实属里面呢，就是它是一个事实。尤其是这个男女的爱的里面呢，这个占有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对，这种占有的时候呢，你不会有其他的道理的去说就是都没有关系，不会有这种开放的心态。你对其他的这个一些理论上，你有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看法，但是轮到你和他的关系上，你不会这样去做。所以是一种平衡，要找一个平衡点，就是因为两个人结婚，这种感觉就是我属于你，你属于我，对，然后也是一种占有的关系，也是一种占有，但是它有一个相对有比较合理的一个平衡方式。比如说两个都守住了这个底线，明白吗？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一般情况下呢，你觉得不也当然也要有他，比如说他是很喜欢画画，你是很喜欢什么写东西，那假设是这样的话，对，你不要求他也要喜欢我喜欢的这个东西，对对对，明白吗？是互相尊重，在互相尊重，互相体会是这样。有些呢，就是因为成长的环境、性格很多有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要互相都要就是看清楚，互相看清楚，对，彼此要看清楚，看清楚之后呢，觉得他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他不是问题。那其实看清楚一个人，或者看清楚自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看清楚自己应该是也是一个难的事情。好，谢谢。再来一点点。看清楚自己，看清楚对方，也是很难，但是主要是这件你真正能做到，稍微是有点难。但是就是因为主要是你愿意去体会以后，愿意去观察，这种观察并不是说是一种不信任的一个那种观察，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事情本身你有自己的一个智慧去分析这个事情，而且这是一个婚姻是已经很大的事情，但是这个人生当中应该要共同去这个一个面对，共同去经营。其实我有时候想现在呢，大家都是有学问的，基本上年轻人都是有受过教育的，是。然后呢，大家觉得我应该要自己的方式去寻找爱。谈恋爱我就是应该要这样，应该不是父母安排，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应该要无条件的，就是我就是为了爱和喜欢所以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轰轰烈烈，对，但是非常容易就出状况。现在这个婚姻那个很多状况，我们知道整个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传统的时候呢，好像一开始呢没有怎么样的感觉。慢慢相处了，慢慢的时候，他们的婚姻是很长久的。为什么呢？所以也许是父母更在乎的不是他们当时一开始那种碰撞擦火的时候的那种冲动，而且是人生长期的一个铺路，一个怎么样是更理想更好，所以他的考虑比较全面，比较周到。所以我其实有时候并不认为是传统的婚姻的一些方式是不好不是这样。那你觉得现代的很多婚姻或者年轻人，或者我们现在现代生活或者社会走的方向，就是对于婚姻的一些方向，是怎么是从以前传统的一些做法是可以学到的呢？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回到传统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那我们有很多选择其实是好的，我们自己这个能够选择自己的一些人生和爱和喜欢那种，当然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说是不好，当然也没有人接受的。但是这个同时能不能融合传统的这个父母和家庭的这个观念，
放在里面。也就是说，你自己虽然可以自己选，但是选的时候不要那么冲动的去选，不要只看眼前。是，但你觉得？所以就是，如果是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看得更远一点？就是一个他的背景这个相处，这个个性，明白吗？条件也是，但是这个有些各方面，然后就是说慢慢，至少有一定的时间的一个理解、相处、交往，然后就慢慢做到之后呢，也就是除了这是冲动之外呢，就是要有一个理性的觉得我们现在要就是一起经营这个人生，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有一个责任感。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看条件，对，看情况，对，个人情况什么的，所以这些自然的话，就是传统都会慢慢的失去，对，对吧？而且现在我们是往物质的，社会变得越来越物质吧，在一方面是，所以很难避免，对，嗯。很难避免，但是就是整个情况就是看起来很难避免。但是呢，从个别的个人来讲的话呢，西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师叫做米旁仁波切，他说，就是整个你的环境都是，就算是都是充满了这种下流的，就是不文明的这种下流啊。但是你应该要自己要坚持你的高尚性，高尚的这个性，就是道德的这个心德。这样的话呢，就是无论如何，总有一天你自己会，有一个圆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男人和女人。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就会觉得女人自然会付出更多一些。对不对？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就是要生孩子啊，就很多照顾啊什么的。男人也不是说没有付出，但是那种付出是跟女人不一样。那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男人和女人的互相了解有时候是有摩擦，对，也许也是因为我们的怎么说呢，性格不一样，本身的一个对本身的不知道想怎么去表达，但是反正女人很不容易吧，有时候觉得付出的地方比较多。那康布有什么就是给女性，特别是在结了婚的女性，怎么去怎么说呢？坚强一点，对，我不知道怎么。对，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对，没有表达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两个情况以前呢就是叫做家庭主妇，一直在这个收拾这个厨房，做这个照顾家人的。对，我看过一些说法呢，就是有些男人觉得我是赚钱养你的，明白吗？对，你是没有工作的，他是这样讲的。然后我是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在家庭的24个小时几乎呢没有休息，就是一个本身的工作就是8个小时嘛，一个家庭主妇的工作可能是超过了就是20个小时啊。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家庭的真正的这个气氛，这种怎么说，整个的这个如果温暖呢，都是来自于他的付出。是的。所以这是其实最道地的、最关键、最重要的工作，明白吗？所以呢，男人应该要发自内心的要认可，就算他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这个角色去这个照顾孩子和家人的话呢，你不要认为你是赚钱，虽然是你是外面去赚钱的，但是赚钱都是方式。在澳洲这边呢，比如说有些一般的一个打工或者一个洗碗或者这个割草都是1个小时多少钱，大家知道啊？
20-30就是这样。所以呢，一个人就是24个小时就是这样的工作，本来就是他的劳动啊。是。最起码就是这个认知是应该是要有的。我再加上呢，有些女人认为男女现在应该平等，我不应该这些做，那个我也不太认同。是明白吗？男人确实有这个他的地质也不一样，在外面他可以承担的他的一个优势，尤其是在藏区的话，本来就是有一些很多的比较有力气，要面对很多种种事情，本来就是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分工不一样。明白吗？女人也就是该做的就是要做的，是这两个就是要平衡。所以这有些女人也要想的比较，觉得这些都是对比较，不是他们想就是这些都是好像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做法，现在女人不适合这样做，其实也不一定。还是一样。可是呢，男人如果在家里的话呢，也就是一样要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家里的事情，一定要一起去做，对吧？但是呢，这个生孩子呢，男人没办法帮你做，本来就这样啊。对。那个呢，虽然是生孩子和这个都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男人也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个认定的问题，他们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痛苦啊、困难呐，有些呢没办法告诉别人。我听说在一些印度啊那边的有些呢，藏人都是男人比女人寿命比较短。为什么呢？他们是因为其实是真正的这个家庭和生活的，我们只是看不出来。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痛苦，他们的一个压力。所以呢，这种呢就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彼此理解，互相支持。两个一起来经营。无论不能说是你是多一点，我的少一点，我更辛苦。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角色放大，一直觉得我更辛苦，我辛苦，你为什么不体会我？你为什么不疼我？这样的时候，就是反而是这个矛盾会变大的。你要主要是要彼此考量，说是应该他有他的难处，任何他多想你，你多想他。利他。对，这个就应该是比较更有好处的。好。